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琼瑶爱情电视剧的女主角陈德容，登出着江湖拍电影，这个是挑战搬一个酒店的小姐，甲以前单纯温柔的形象完全无共款。我有依恋有梦。目睭大大女看起来真清纯，但德容伫琼瑶的电视剧又见一恋又梦中的形象。 好人看起来真唔甘，22岁就真情。生也好，死也好，今生也好，来生也好，我都是你的，永远永远都是你的。陈德容伫梅花三弄中苦情的演出，和迷众是唔甘佮疼惜。我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今天我将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。 经过20多冬，陈德容要拍新电影，这摆搬是酒店小姐，改变演过清纯的形象。我的过去的戏都是那种，他剧本是这样子来，我们就那样子演嘛。那今天这一次这部戏，他是这样子来，那我就是那样子演。尺度对我来讲是一个尺度。这摆伊嘛头一摆做电影的制片，为电影无前到无后，算是一种就是圆梦吧。 因为我一直以来拍了很多的戏，那其实，在内心中呢，其实有很多的戏，我觉得我都没有拍到，所以在很久以前我就开始在策划说，其实有一天我要走上幕后。陈德容14岁就拍电影出道，后来更加因为拍琼瑶的电视剧，变成大家心目中的玉女蒋文人。今摆以全新的姿态要拍电影，迷众会使拭目以待。